震耳欲聋的炮声犹如平地一声雷，的确很有威吓的效果。难怪早年的客家乡亲就靠它来驱赶外敌。警告家里面的父老幼子他们说：“哎，有听到鼓竹炮的声音，我们鼓竹炮都在摆在村庄口，有那个布哨的那种。哎，对对对。利用主管电石加水，在点火产生巨大反应。鼓竹炮的历史有着客家先民的迁徙血泪。苏花古道开凿时，就地取材，拿来应付族群纷争。不愿传统断了线，苏澳朝阳社区的居民费心保留。所以这要锯到完全断，真的很费力哈。当然啦，冬天嘞，那几乎我就歇困一下的啊。哦，因为我很累，要休息一下。你也可以说爱动 Q A， 然后歇困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歇困一下，现在就歇困一下。歇困一下哦。原本可携带式的竹炮，经过社区干部改良，多设计了炮座，方便观光客体验，亲近客家文化。这里还有传统客家花轿，世间升起，要办独特的客家婚礼也没问题。凯迪拉克劳斯莱斯，我用钱出就可以当礼车了。现在能复古说用做新娘轿这个仪式的话，可能全台湾省只有我们唯一的一个社区可以办。这些让外人觉得有趣的传统，点点滴滴，透过认同，重新唤醒乡亲对家乡文化的追寻。我们现在社区里面这些干部们，都希望说恢复我们以前的客家文化，不要把说自己的祖先从哪里来都忘了。我们的目的在这里。现在只要有客家节庆活动，就能看到朝阳社区的鼓竹炮，先人的智慧得以传承。爱动开，歇困一下；爱动开，歇困一下。